这位大叔，是这样的，这个灵根符可以测试有无灵根，但是不能确定灵根适合品类。太好了，我儿子有灵根，我儿子可以修行。阿伯莫慌，小茹我一定早日成为修士，精通法术，这样就可以帮阿爸搬住火了。算了，不管灵根如何，只要有修炼的机会，多些寿元也是好的。不过，我这符……老板，这符我用过了，别人也用不了。不如送给我做纪念，以后我飞黄腾达了，我一定照着你这小店。现在的小孩都这么自信的吗？抱歉啊，老板。这个符多少钱？我怎么还要打人啊？我能先赊着账吗？我一定还，一定的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